各位觀眾，歡迎嚟到 Alumni G 國際學校新聞系列。今集嘅重點係新，冇錯，我哋想同大家 update 下今個學期有咩新形式、新改變，有全新嘅校舍，亦都有啲擴張嘅新科，一齊嚟睇下個教育版圖有乜嘢新變化啦！我哋立即開始。Kellett 香港英國國際學校啟力學校喺2026年8月新學年就會喺九龍灣開辦 Sixth Form Centre， 3000幾平方米，容納到240名嘅 Year 11至12準備考 A Level 嘅學生。現代課室自修區都係一流嘅，同時薄扶林嘅校舍亦都全面嘅翻新，例如新圖書館啦、新音樂室令到幼小學生就會用得好開心噶啦。North Anglia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(NAIS) 喺2026年8月紅磡亦都開全新嘅 Sixth Form Centre， 大學風格嘅設計，專屬自修室、協作空間，提供 A Level、IB Diploma 雙軌課程。另外設有獎學金計劃，高中升海外大學又有新選擇啦。上一則報道提到 NAIS 喺26年8月紅磡開全新嘅 Sixth Form Centre。而家學校春季開放日就嚟啦，等你同小朋友親身嚟體驗。3月25號星期三下晝4點到6點喺觀塘嘅中學部，對象係11至18歲。至於3月26號星期四同一時間就輪到藍田嘅小學部，係俾5至11歲嘅學生家庭嘅。當日有豐富嘅活動，例如尋寶遊戲、STEM 體驗活動同 IB、A Level 課程等嘅介紹。家長記住把握機會了解多啲啦。YK Power School Hong Kong 香港包玉剛學校將喺2026年9月九龍東校舍開校，先設係小1至小3雙語課程，融合中國文化同埋全球視野。去到2028年，學校就會遷入重建後嘅九龍塘玫瑰街校舍，即係前 ESF 九龍小學，服務本地同埋外國家庭，透過雙語 IB 架構培育學生嘅創意思維，又係一個新學校嘅選擇啦。鍾意呢啲實用資訊嘅家長們，一齊 like 同埋 share 啦 ！Subscribe Alumni G， 加入我哋嘅國際學校新聞資訊圈，每週更新最新升學動態。下次見。